请大家备办心，礼拜开始，请奏乐。上帝啊，你的子爱怎样遐宝贝啊？世间人美伫你实骨的底音的，因要因为你的厝的好物得到饱足。你也要互因啉你快乐的雨水，因为活命的源头在伫你遐，伫你的光，阮要看见光。愿你常常施慈爱予捌你的人，常常用你的公义施予心内正直的人。圣诗26首，圣诗26首。但愿感谢上帝，但愿感谢上帝，出声吟诗对心底，主行见伊代志，万民掠伊做欢喜。阮对舞台出世，伊就束缚无力，用伊无数忍耐，今日还得款待，请大家起立吟全首。感谢上帝，赐下恩赐的心灵，主家的代志，爱你家的最欢喜，我对我太出息。耶稣我里，愿你我所里来，天地要得关怀，我有情我兄弟，一切感我兄弟的。主平安甲万端，愿一切为我受，艰难的代求，总安团你在海，现在所感中来。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母玛利亚出世，伊本着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万死埋葬落入。
第三日对世人中多活，上天，他一日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高我，永远的活命。阿门。大家请坐。咱来交托启应文。启应文第35篇1061页。启应文35篇，我来刻，请大家来印。我的囝儿就听老爸教示，要专心学习，才会明白。因为我用好的道理予恁，毋通放失我的教导。我嘛要做老爸的囝。是老母上听的孤囝。老爸有教示我讲，你着记牢我的话，遵守我的命令，就会得到活命。着找求智慧，找求聪明，毋通袂记得，嘛毋通放失我所讲的话。毋通弃杀智慧，伊会保护你。着以下的智慧，伊会照顾你。智慧上重要，着拍拼找。着付出你一切所有的来对换聪明。你尊重智慧，伊会高估你。你疼惜伊，伊会互你尊严。智慧会用花冠戴伫你的头壳。将阳光的王冠赐予你。我的囝着听，着领受我的话。你就会当会受。我有指示你智慧的路。引带你行正直的道路。你行的时，袂拄着阻碍。你走嘛袂得着滑倒。着持守教示，毋通放松。着谨慎固守，因为智慧是你的活命。咱同心来祈祷。阮的上帝，阮的主，万国拢着称赞耶和华的名，因为伊值得学乐。万民着跪拜耶和华，因为伊是独一的真神，因为伊对阮大施慈爱。伊会听长深宽阔。伫阮还阁咧做罪人的时，伊就拣选阮，阁将一切的智慧赏赐互阮，互阮会当遵守阮该当守的典章律例。阮伫阮一生的日子，主的话语教示阮，都要做一个敬虔、有责任、有知识、上帝百姓。上帝所欢喜的囝儿，尽阮一切的本分。伫阮世间的日子，无论是做囝儿的、做人爸母的，也是阿公阿嬷，阮拢应该尽个人应该尽的本分。求主帮助阮，互阮对着圣经中的话语，知影讲做囝儿的爱友好爸母，做爸母的毋通惹囝儿的生气。因为上帝话就是真理，就是道路，就是活命。阮知影，阮人时常犯错，也时常软弱。阮心心愿意，但是阮肉体时常软弱，犯罪伫主的面头前。阮恳求主，恳求圣神帮助阮，互阮所做会当合主的旨意，会当荣耀上帝，利益伫人。感谢主，阿罗主。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这是我的报告。本会消息：第一，本主日为父亲节的主日，本会举行感恩礼拜，并赠送每位爸爸礼物一份，表达敬意。愿上帝赐福每个家庭拢幸福美满。第二项。本主日，本会各场礼拜举行8月份的庆生会，祝福大位受请健康长岁上福杯满溢。本会特别以专年的礼券表达祝福。第三点，
中执会公告，2023年有功幼儿园董事会1/3的董事改选结果如下：邓维仁长老连任，陈杰生执事新任，黄景燕执事新任。敬请兄弟为有功幼儿园全体的董事甲园务会当投入进步来献上祈祷。第四项，本会8/12拜六上午9点半到11点半，家庭的探访安排如下：探访的家庭：于正仁、卓国川、许金义、蔡荣德。探访的目的是陈建牧师、谢宝林、邓维仁长老、周美惠执事、吴芳惠执事、陈学良执事。第五项，下周主日为地下室改建的工程的主日，敬请兄弟陪伴心为地下室整修的事项奉献甲代祷。第六项，本会地下室改建的工程定伫8/15左右开始，敬请各单位一定要伫8/13日前将放伫地下室的物件搬走，也是搬走就对啦吼。以利工程的作业，敬请配合。第七项，本会2022年度第2学期信用培育奖励金开始接受申请。既然依规定申请，而且佫符合标准的，请伫9月7日前提出申请。9月14暗时8点要召开奖励金小组的审核。本会伫9月17日颁发奖励金。第二大项具体消息：第一项，赞美操定伫8/19、8/26、9月7日、9月16、9月23、10月14、10月2日，这拢是拜六哦。下晡3点到4点，伫咱清风敬拜中心举办赞美操运动班，费用是免费吼。欢迎兄弟踊跃杨丽萍队长来报名参加。第二项合作社请合作社的消息，大家家己来看。第三项，儿童牧区定伫8/15到8/18，是拜2到拜5，下晡2点到5点举办儿童放暑假的活动，对象是原来大班甲原来小六的学生，内容有诗歌唱诗歌，有故事的分享。有手作的教学、户外活动，费用是200块。欢迎小朋友踊跃小组的老师或是余胜良区长来报名参加。报名的截止日是9月8日拜5。进前40名的人页满为止。交界消息，咱请陈牧师。咱高雄有一个职场合约释放中心，9月7、9伫迄个高雄灵堂吼有职场的论坛吼，这是关于基督徒免啊伫职场会当来为主发光吼，有请真专门的专家吼来参加这论坛来分享，若有要参加的人一人500块。会当甲办公室报名。第二就是台湾女子新人院有伫前金教会，之前有伫咱敬拜中心办过即个启示录的密集的课程，即个课程是真精彩的内容，若有要参加会当办公室报名，这是85以前有优惠啦，请咱若要参加会当把握机会。咱今日即个消息内面特别有报咱。9月为8月中旬以后，咱这个地下室有要做整体的改建，这改建就是要帮助咱教会会当有搁较好对咱的下一代，不管青少年、儿童，还是咱关于要报道的时间所需要的场所，要开会有需要的教室，嘛会当。有迄个会当互大家当讲话啉咖啡的所在，这会设计
大概整个的工程甲咱有要做的变数，这大概差不多1500万左右的这个有算的工程费吼。啊，请咱也为着这个关心嘛吼，礼拜咱有一个主日会甲大家分享，啊，请下这会当为着教会这个建筑来关心奉献甲带导吼。啊，咱今日是迄个8月第几主日？第一主日啦吼，第一主日就是爱庆生啦吼。请8月寿星徛起来好无？你8月生日的寿星哦，你徛起来，咱大家要来唱歌，甲你祝贺吼。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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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搁一届，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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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来祈祷，主耶稣为着阮中间8月出世，阮的兄弟，你感谢，互因会当伫这个世界生活，搁会当伫你的救恩内面，通伫上帝你的教会来敬拜，感谢你，主啊，互因会当热心敬拜上帝，敬畏耶和华，互因得到耶和华祝福，互因的祈祷拢透到耶和华的面前得到接纳，用耶和华做因的欢喜。耶和华特别照因的心所求的来应允予因，望因有勇健的身躯，有行通的道路，有幸福美满的家庭，予因伫职场也会当来荣光上帝，予因头前的道路满满有主的同在，福杯满溢。愿献上祝福，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吼。啊，今日唔嘛，迄个咱寿星哦。今日是8月第一个主日，毋过上我伫即个爸爸节吼，所以咱是今日是咱的迄个爸爸节主日吼，咱永远要来祝福咱的所有的爸爸吼。那已经结婚了吼爸爸吼会当请大家起立吼，咱这时阵要请咱的。接受吼，来爸爸，那结婚了吼，啊无囡仔吼，嘛拄在顺爸爸啦，吼顺爸爸，祝福你会当吼，赶紧做爸爸吼。哦，咱若这个礼物哦，你要请坐吼，请坐，请坐，请坐。咱小等下再来为着爸爸祝福吼，咱甲所有的爸爸讲，爸爸节快乐！爸爸节快乐！上帝祝福你！上帝祝福你！感谢主，好。这是咱的宗徒圣经，我来宗徒，请大家来听。圣经记载伫箴言14章26节至27节。圣经安尼讲：敬畏耶和华有坚固的倚靠，伊的囝儿有渡险的所在。敬畏耶和华就是活命的水泉，会互人离开死亡的路网。赞美咱请妇女圣歌队。
讲到咱今日主题是做一个敬虔当责任的好父亲，请咱的主任牧师陈牧师。兄姐平安。甲所有的爸爸讲，多谢你辛苦了。感谢主吼。咱头拄仔送互爸爸的礼物吼，是袂歹的礼物吼。这个礼物吼，这个皮包吼，内面搁有一个名片夹皮夹吼。这是黄道吼，黄道你的卡片伫内底也袂用。这个你若去百货公司的吼，这是正港的正皮吼，应该是1500块以上走袂去啦吼。啊，但是伫咱的信望也是应该是750啦吼。但是这是咱教会分清兄弟吼开发的产品吼，感谢主啊！这帮这个爸爸节吼，咱有福气啊，真正是真好用啦吼。你若莫胖钱哦，应该互你用规世人用袂歹啊！吼，感谢主吼。好，咱今日伫这个爸爸节主日吼，牧师有读这个箴言14章26节到27节。鼓励咱大家会当做一个敬虔当责担当责任会担当责任的好老爸这个箴言14章26节到27节，讲敬畏耶和华的大有瓦靠，伊的囝儿也有避难所。敬畏耶和华就是活命的泉源，会当互人离开死无的落网，今日是2023年的父亲节，所以牧师一边甲大家做爸爸的吼，讲迄个爸爸节快乐。有人讲做爸爸吼比妈妈较可怜，不过头拄仔唱这条歌吼，有一点仔温暖吼，爸爸嘛是有方笑脸嘛吼，有方笑脸吼。实在唱迄个母爱伟大歌足济唱爸爸的应该足少吼。咱妇女生活队佫会当找一首吼，感谢主吼，咱会当少年爸爸为着咱的辛苦，为着咱的付出。有可能爸爸已经无伫啊，总是伊过去留伫咱心中所有这形影，咱永远感谢，永远孝念。有影爸爸是伫社会上较少互描写只有时互人开玩笑吼，甚至这个伫迄个社会上吼用较讽刺的话来咧讲爸爸吼，讲吼囝儿叫父亲吼，父亲就是父亲就是父亲有啥物字你拢爱甲父甲亲父亲吼甲父亲差一点吼。囝婿讲叫你岳父吼，逐个月拢爱付我岳父吼。这个甚至吼佫有人叫你继父吼，可能你若是佫带为人倒囡仔吼，变做继父吼这一个月付一届吼这是咧讽刺做老爸是足辛苦总讲就是爱付出。爱付出，爱付出。有一个底文讲得真贴切也真实在啦吼。世界上孤单的人是爸爸，上学得了解的人是爸爸，上经过丰富的人是爸爸。毋过上少互人学落的是爸爸。有甚物人甘心互囝儿做马徛？有甚物人到暗时还搁伫即个车牌骹咧听候？有甚物人愿意为着你，每日伫外口咧奔波？这是爸爸。伊一边教你讲爱节约勤俭，毋过一边佫惊你无钱通开。伊有时会责怪你做毋对代志，但是伊的心内嘛不忍心常常家己。艰苦，感觉囡仔受责怪，伊可能
真少甲你叨扰，讲你偌赞拄偌赞，但是其实伊内心为着你感觉骄傲，甚至迄个压制家己甲着来伤，这写了足夸张伊无愿意你伤早谈恋爱，毋过心内足毋望你未来的你有一个比佫较幸福的家。这是咧描写爸爸。佫讲，总是因为有伊，每一个家庭拢有无同款的幸福。这是伫爸爸节咧描写爸爸我相信咱的心中应该有足侪即款的共鸣即款的共鸣。无论安怎，伫即个爸爸节主日牧师搁一遍鼓励咱做爸爸，因为爸爸是一个真要紧的角色。咱若诚做一个敬虔的老爸，会当担当责任的老爸，就带来家庭真大的祝福互家庭充满疼甲幸福。头一个，什么是叫做迄个当责担当责任呢？即个字若伫英文就有较分别英文即个当责当责、担当责任 ，accountability。即个字甲另外一字叫做负责任responsibility。即两个伫因的即理解中间有一点点的无相像你若是负责任，就是讲我负责任，我甲代志做了，即我叫做负责任，我就甲做了。但是迄个当责，就是讲你爱为着迄个结果负责任。我即马都已经囝甲生嘛甲饲我都改成有尽责任毋过伊的结果真重要。即个囝儿什么款的结果，你应该担即个责任。毋是讲我做了会交代安就好安毋是安尼。咱毋是干那做到安尼咱若用迄个职场来做例啦这个主管交代这个迄个职员你即马甲我寄即个物件去互某某人当然你着去寄，毋是寄了就了寄了我就是尽责任我甲你寄出去但是一个有迄个当责的人，有迄个担当责任的人你着爱搁敲电话去确认讲，对方有接到即个物件，即个物件有交伫迄个人的手中无？迄个结果真重要，这叫做当责，毋是讲寄出去就煞，安就了迄是一半尔。这就是意思讲，咱做爸爸应该得有较悬的要求，咱要有较悬的要求。我伫迄个5月21日透早做一个梦这个梦看起来无啥意思毋过后来我感觉即个梦对我是有意思我做一个梦就是讲梦见讲阮查某囝要去出国留学伊去较早我伫延平教会牧师阿公讲要甲借钱拄有一个即个牧师阿公的朋友伫遐甲讲即伫法律上计是无啥适合无，但是我心内咧想讲伊也毋是法人，伊是天然人，应该无即款限制吧？这是心中梦中安尼想后来拄着即个老牧师甲另外一个牧师甲牧师阿公安尼行过来特别咧讲即个情形我甲即个情形讲互伊听伊就面有一个笑容出来安尼。我讲这个时做这梦无啥物意义也无啥物无厘头，嘛是啥物，但是即个无啥意义的梦，我着安静求问上帝我现在去做这个梦，互我想着讲，阮查某囝要出国留学，
事实上，伊伫大四的时阵要毕业的时，有咧甲我甲莫顺阳讲，伊足忙要去美国吼，因为学音乐的人拢真忙会当有出国去深造啦，吼。但是事实上，阮无经过什么款的偌大的经济考虑，甲讲哦，无钱，吼，要贷款伤济，也贷袂出来。后来吼要搁还遮济钱哦，还袂起，所以意思是叫伊讲，你著拍消即个要出国深造的念头吼。但是即摆想起来，我著感觉伫我的心中，我感觉我有一个对比去查某囝，就感觉讲，伊真有较目要出国去深造，伊嘛有机会去深造。应该我嘛是爱想尽一切办法，付出一切代价来成全伊即个梦想。但是吼，好像伤简单讲无钱，还是讲来拍消伊贷袂出来，还是讲还袂起，拍消伊即款的心中的愿望。我毋知，当个囡仔的心中是毋是有感觉一点挫折、受伤，还是感觉伊遗憾？这我毋知。但是我伫即个梦的时，我就为着感觉讲，我无尽一切开力做到即个长职，就是讲爱担当即个责任的老爸吼。其实我是感觉我应该甲伊回息的，请求伊的原谅。当然我足感谢迄个查某囝吼，当时伊也体贴爸爸甲妈妈也真顺服吼，嘛感谢上帝，伊怜悯哦，后来袂当出国啊，顺利考入研究所，后来考入老师进入职场，会当结婚，也会当生囝生查某囝吼。但是伫即个爸爸节主日吼，其实我心中就有即个祈祷吼，求上帝会当伊伫吼，可能伫大四想要出国就深造袂当达成即个愿望吼，心中有艰苦求上帝会当会当恢复伊本来的心，甲伊所有一切特质吼，互伊会当永远进入上帝的面前。这就是我今日咧讲，要来做一个敬虔甲长节，无简单，无简单。其实若毋是真肯去尽力去担当，是做袂到。古早时代人为的较会晓想，感觉这囡仔优秀，会晓读册，甚至买土地这个变卖足侪物件吼，来支持伊去读册。有人肯安尼做这就是伊有长期这个责任。足侪时阵咱会拒绝，会拒绝，会害头。这我也想到，较早我的爸爸嘛有一款的犯了一款的毛病，所以我的儿仔本来伊是会当伫升高中真优秀，摕到县长奖的，但是考虑到讲厝会散车，所以去考五专，考到台北工专差1分去考到明治工专，干那为了注册1000外块我的爸爸害头，意思讲无法度，无法度。安尼囡仔无读，后来就为了去工作去趁钱去青山发电厂结果后来输足侪遮个迄个爆破的即个石灰39岁就转去。当我咧想即件代志时，心就感觉艰苦。假使若喙齿紧教的这1000外块互伊去读过来到建教合作可能伊无得甲伫即个台塑应该是真有前途的一位啊，但是伊39岁就转去。今日伫即个爸爸节主日，其实我也鼓励家己，还是讲鼓励咱所有的做爸母
有时无简单，但是为了囝儿会当较愿意去承担责任，迄个结果无相像，结果无相像。什么是好老爸？什么是好老爸？我嘛做一个梦，这梦嘛是提醒我讲什么是好老爸。我梦见一个爸爸真好，伊用笑面伫遐咧呵乐咧鼓励囡仔，大部分的爸爸拢袂安尼啦，拢袂好面相啦，拢袂笑面啦，拢袂呵乐，拢袂鼓励，足少啦。但是爱学习。跟另外一个无好的老爸，面安尼足歹，伫遐囡仔做毋对甲吊起来安尼推当然对囡仔就是有伤害。但是咱常常咧做即个对囡仔有伤害的代志，所以迄个梦我就有一个即款的感动，开始感觉讲，要用呵乐来建立囡仔信心，即个好老爸；用鼓励来帮助囡仔会当向上，即个好老爸；用教导来造就囡仔真理的即老爸好老爸；会当用时间来陪伴囡仔成长的老爸，这是好老爸。特别即马即个时代，所有这个做爸爸的做无用，但是你一定爱拨出时间来陪伴这个囡仔。即马的时代，当然你较大汉了，囡仔就是手机就是拢上网手机即马这问题是愈来愈严重。你也袂当甲禁，你也了甲限制。囡仔袂使伤早，互伊有手机会当学会当用，不过你若有了，你就控制袂掉但是伫即期的天下杂志讲上重要的讲啥物拢无效，有品质的陪伴，这是上界好的药方啦。你囡仔是毋是手机成瘾？是毋是上网成瘾？这你拢无法度，你就是有品质的陪伴，就是伊的解方啦、解药。你会当甲囡仔斗阵读册，你会当甲囡仔斗阵去佚佗，你会当甲囡仔斗阵耍，你会当甲囡仔培养伫即个网络以外的趣味。个家长嘛，着要家己配合，袂使。你一日敢手机举条条，叫囡仔讲拢袂使，这囡仔袂接受。一定要大家拢相配合做下来。这是陪伴真要紧。这是咱今日这个时代，我想要做一个好老爸，有较侪要求你要当的责任较大。所以上落尾牧师是要鼓励咱会当做一个敬虔。当一个好老爸，就是今日的经文读的箴言14章26到27讲，敬畏耶和华的大瓦靠，伊的囝儿也有避难所。敬畏耶和华就是活命的泉源，会当互人离开死亡的路网。这个描写就是这个老爸是一个敬虔、有智慧有性命的好老爸。安尼。伊的囝儿就会当得到保护，伊的囝儿就有迄个源源不断的泉源，对你的生命青春会当可以得到即款的生命。所以这个箴言的作者就是讲，你敬畏耶和华的人，你就有一个坚固的墙通来保护囝，你就有一个源源不断的水泉会当来供应你的囝儿，互你的囝儿因为你来得到活命。得到好的模样，来得到充足的供应，所以咱每一个做爸爸佫是上帝所拣选的囝儿，咱来讲做一个属灵的爸爸咱真正爱敬畏上帝，倚靠上帝，求上帝互咱有智慧，上帝互咱有好的活命，互咱有真好的影响力伫咱的囝儿事世的身躯顶。箴言10章11节讲：
义人的喙是活命的水源，就是这个属灵的活命力的源头，当然是你的喙啊！你的喙讲出有智慧的话，无智慧的话，结果是无共款。所以咱做老爸要教囝，囝无好教，但是嘛爱有耐性，嘛是爱用笑面，嘛是爱用娱乐，用鼓励。当然有时管教是爱，但是毋是人拢是用迄个管教的方法，效果到尾就失效。所以咱爱有智慧，咱爱宽免，会甲囡仔沟通、分享、谈论，互囡仔伫代志的错误中间有得到学习，会当得到成长。所以伫一个埃及的哲学家叫做阿麦尼摩比，伊讲丰盛的生命在于你的言行有智慧。你有伫公众中间好讲遮侪话，但是讲足侪那像牛王人但是你应该着爱像一个有智慧人，这个手栽伫，毋是甲栽伫内底，无光到尾就死去。迄个反倒等你会当因为你栽种伫迄个水的所在，互伊有水的果子，会当真茂盛。意思是讲，这个囝儿到底会死无，还是会活得真好，活得真茂盛，甲老爸智慧有关系。周信作牧师捌第一篇讲，两代同行奔跑，伊有讲三个画面迄个老爸走伫囝的面前，伊讲，这老爸甲囝拢有安全感，你伫头前你带有安全感。第二个画面就是讲，老爸甲囝做伙走，两个走足虚咯，这有陪伴。但第三个画面佫较好，囝走伫老爸的头前，安尼就是老爸毋但有安全感，有喜乐感，双方拢有满足感。所以咱爱常常甲囝儿时势爱有斗阵。到底咱顶届甲因这个囝儿时斗阵是当时，有留落什么款的水的画面无？这画面真了紧囡仔回忆。像我过年阮就去到阮迄个太爷亲家的所在过年。阮那两个孙去个所在就感觉足趣味的。去饲鸡啦，去人咧抬鸡嘛，去挽鸡门坐迄火车啦，搁去迄个小米方舟甲尾阮亲家生足欢喜。迄囡仔常常拢记条条。美好的回忆，美好的回忆，是阮迄个孙仔细汉的甲走弟阿嬷，安怎去园去挽番茄，安怎去食牛排，定定咧讲美好的回忆，美好的回忆，这种的回忆是真要紧的。各位，咱所有做爸爸妈妈，咱伫无闲的中间，放下要有时间，创造这款的快乐。所以讲，要做一个迄个挣钱当做好老爸有讲爱一步二要，一步是咩？毋通迄个手机举条条，二要是爱这个要有极限，爱把握机会，甲囡仔互动，甲囡仔有时斗阵佚佗，有时甲囡仔斗阵分享，斗阵谈论，建立这款的关系。过来一个迄个有机就是有根基的老爸，根基的老爸，这根基的老爸就是讲，咱应该爱有活出迄个水的生命，这个生命有一个模样，互囝儿会当有一个好的模样，所以伊的信仰有一个好的根基。那甲这个厝爱有好的根基，伊甲起会在，伊才起会勇，伊甲起会悬。咱望咱做老爸应该是安尼保罗伫哥林多前书讲，咱咧去做工程，为的是迄个金银宝石，为的是草木稻草，当然无共款。你若是金银宝石，这就是好的材料。所以咱应该着爱甲囡仔用好的材料来甲去做。咱着爱甘投资，投资毋若是投资金钱，佮投资时间。
你是毋是甲上好的时间，你敢投资互囡仔无？还是天下有闲有春呢？才要来甲囡仔，囡仔可能都无法通甲你斗阵。你得有计划的时间、宝贝的时间，即款的投资是非常要紧的，非常要紧啊！有一个迄个教育的专家吼，叫做 Michael 吼，即个伊讲提出即讲老爸角色是足重要，老爸角色伫囡仔成长伫家庭，老爸角色是足重要。伊提出即款的理论吼，伊讲老爸应该至少爱伫3方面吼参与伫囡仔成长。伊讲头一个是直接的参与，还是互动？英文叫做 engagement。你得爱开始建立即款的互动啊，斗阵去佚佗啦，斗阵去食饭啦，斗阵什么活动，这拢是真重要。第二个就至少爱accessibility，就是讲爱会当会亲近，为老爸作严的，迄囝拢看了后尾惊着，你得爱互迄个囝甲你的距离毋是足远的，伊随时要找你拢会当，吼，伊随时要找你拢会当。古早老爸拢足歹的吼，囝拢毋敢找老爸，一定透过老母。要爱啥物件拢老母，老母就是叫娘。因老爸足歹的，迄囝拢惊到要死，甚至可能开一个喙吼，讲一开尔叫吓咧几啊句吼，所以迄囡仔拢毋敢找老爸。咱应该互囡仔感觉足好亲近的，伊敢找你哦。第三个就是对囡仔爱有责任感。有责任感，毋是讲你同拢要管啊照着，应该是吼，你有咧关心即个囡仔的情形，但是你毋是一日到晚摕甲念、摕甲干涉，毋是安尼吼。这是即个迈克，即个教育学家吼，伊咧讲的，即个老爸角色足重要。搁着爱伫即个财务上爱为着即个家庭。爱负责任，爱付出，哦，佫毋是干那迄个有钱就好，所以这就是这个父亲节吼，希望咱拢会当诚说这个家庭坚固的城，佫会当诚说这个囝儿吼活命的水泉，活命的水泉。上落尾吼有一个迄个老爸悔改祈祷文牧师读互咱听，感觉这也会当做咱做爸爸吼一个反省吼。这个爸爸伊的祈祷是讲：亲爱天父，你会当来赦免我伤害家己的囡仔吗？我生长伫真善的环境，所以我掠做有大间厝，会当互因知影家己的重要性。我毋知其实只要爱。安尼就够个。我掠做金钱会当互因快乐，结果互因感觉钱比人较重要。我掠做用节拍会当互因坚强，互因会当保护家己。结果是我无追求智慧去约束甲甲因教导。我掠做互因孤单，互因会独立，结果是逼大囝去成做细囝的老爸，我掠做对所有的问题当作无代志，是维持家庭平静的办法。结果是甲因闪避，毋是解决；闪避逃避，毋是解决。我掠做伫正人的面前，装作讲家庭真幸福，是互囝感觉受尊重。结果是甲因暗藏问题，活伫白漆中间。我掠做老爸的责任是干那趁钱，无离开家庭，供应因物质的需要。但是因感觉做人老爸毋是干那安尼，这互因必须要伫爱过去想讲以后讲免爱做一个真正的老爸，表示你无做一个真正老爸的好模样。亲爱上帝，我咧写这个祈祷文。相信你看真清楚，我这个目屎已经抵达这个所写的纸。这是一个作者伊家己咧做这款的悔改祈祷。检查有时做爸爸嘛有可能
爱求上帝帮助，互咱会当改变家己，改变家己。有一句话讲得足好，只有上介好的老爸愿意互囝会陪，只有被疼的囡仔会当真正来陪。多谢你，互我有两支膝啊！咱每一人应该互咱的囝儿真正有两支膝啊，互伊会当背起来共款。伫即个爸爸节吼，牧师做即款的反省也即款的期待即款的鼓励，希望咱靠着上帝的恩典，相信我靠上帝的恩典，凡事拢会。应该咱会当做上介好毋但负责任，佫会当担当责任会当互囡仔会当背囡仔真正会当背会当行伫咱的头前，互咱毋但有安全感、有喜乐感，佫有满足感，会当咱的家庭是满满的幸福、满满的疼。三甲来祈祷。主耶稣，感谢你，互阮伫即个爸爸节主日，阮来用诗歌来孝念爸爸对着阮付出的辛苦。爸爸伫阮每一人生命中间扮演非常要紧的角色。主啊，感谢你，阿爸天父就是阮永远的爸，是阮最完全的爸。互阮每一人拢会当阿爸天父来学习，互阮真正会当熬学乐，佫会当搞下面，佫会当常常主啊，阮会当做囝儿好的模范，佫阮知影要安怎帮助囝儿有迄个金银宝石的根基。主啊，阮会当用上好的时间，用上好的方式，用更较侪的代价，阮应该欢喜来付出，互阮会当对囝儿带来祝福，互阮会当来创造伫阮的家庭中间常常有迄个真水的回忆。主啊，互阮的囡仔，因会伫即个家庭中间得到保护，得到好的照顾，得到成长，诚做因一世人的本钱。互因会当永远敬畏上帝，会当诚做一个敬虔当一个好老爸。主啊，祝阮的教会每一个家庭拢蒙福。主啊，多谢你，互阮有满满你的疼，满满上帝你互阮的福气。愿献上阮的感谢恳求，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回应诗450首。恳求上帝施恩赐福，请大家起立吟全首。恳求上帝。
今仔咱来代祷，请咱会当为所有的爸爸祈祷，互因会当成做一个敬虔长直，会当互囝儿会当有活命的水泉，互因有坚固的根基、信仰的根基。望每一个家庭拢成做满满有上帝疼、蒙福的家庭。咱为着所有的爸爸伫工作的袂用，佮为着囝儿的成长的陪伴，求上帝施恩赐福。咱也为着咱教会即个地下室要改建的工程，咱伫8月15要开始，咱也为着即个事特别祈祷，求上帝互咱伫逐项方面拢有主的供应充足，互兄弟当欢喜来参与。咱也为着教会即个开拓的前后敬拜中心，若有义大班，有迄个赞美操的一款的运动班，望会当透过做，互得救的人会当加添伫迄个所在。咱也为着遐祈祷。咱为着暑假，咱的儿童有迄个儿童放暑假的活动，求上帝赐福。特别为着咱台湾即帮的卡努台风，特别伫南投遐大的灾情，伫阿里山甚至伫咱南部的山区，求上帝拢怜悯，望会当紧得到恢复，互政府所有的救灾工作会当所有的恢复的工作，求上帝施恩。咱为着软弱的肢体，为着过乡长老伊即个恢复有手骨了长期会恢复。为着老明清长老即个脊椎手术恢复，为着即个做日者身躯的恢复，用金子是为着咱的市政会干事为着做咱所知影，咱三体祈祷，咱举起咱的双手，呼叫主啊三声来祈祷。主啊，主啊，主啊！主啊，所阮奉你的圣名，要来祝福阮所有的爸爸，主啊，因扮演真要紧的角色，因也为着家庭负担一切，才会经济。主啊，因的工作有真济压力重大，求上帝施乐恩典，互因有智慧有聪明。主啊，互因所做会当得到幸福。主啊，互因知影扮演的这个角色，会当常常向上帝祈祷，求上帝帮助。有教业对上帝来听，会当来照顾囝儿，陪伴囝儿，会当真做好的模样，互囝儿会当伫大方面有好的根基。主啊，求你施恩，求你赐福，求你加添祝福伫阮所有的兄弟家庭。主啊，阮伫爸爸节主日少年，所有的爸爸为着囝儿的付出，求你也加倍来赐福。互因灵魂体拢形成，主啊，所阮也为着阮教会即个地下室改建的工程，毋望为着后一代，主啊，阮的努力拍拼，毋望就是要互阮的后一代更较好，互教会更较进步，互教会更会当真做祝福伫即个地区。主啊，求你施恩赐福，供应阮所有的需要，也帮助一切进行顺利。主啊，所阮感谢你。所以，阮多谢你，赐福阮所有的爸爸拢勇敢，拢有稳定，互因若工作顺遂，因的家庭也会当因的意来蒙福。主，阮将教会交代你，阮的地下室改建工程，毋望会当祝福阮的后一代，毋望教会会当成做这个地区的祝福。求你帮助阮要做的，拢会当顺遂，阮的需要求你供应。主啊，阮有真侪这活动咧推动，无论是儿童牧区的活动，还是阮青光敬拜中心活动，求你拢看顾带领，会当真做祝福伫阮传福音的工作。主啊，阮有软弱的肢体，愿你的医治教伫因，将冠雄长老、老明清长老、黄泽林姊妹。穆金志姊妹、李义成弟兄、施清文弟兄、柯李贤姐姊妹，也是迄个徐金伟干事，求你的医治伫因中间，
做些年长的影子，求你也看顾。主啊，阮虽然无一直提名，总是主你知，愿你以你的手骨伫因的身躯顶，彰显你的荣耀。主啊，听阮众大家的祈祷。主啊，阮的祈祷透到你的面前，得到你感纳，也得到你祝福。感谢恳求，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大家请坐，请恁的祭司来收奉献。请咱起立来祈蒙恩师。感谢主，阿罗主，阮伫即个父亲节主日来祝福每一个做老爸做父亲的因有健康的身体，有勇壮的心性，会当陪伴囝儿伫一生成长的即个过程，做一个重要的角色。阮也祝福每一个家庭，拢有亲像圣经所讲的祝福满满伫每一个人的家庭，献上阮的感谢。主啊，阮犹原为着阮所奉献的金钱来摆列伫主的面头前，求主祝福你所为你的圣会所奉献的你的众囝儿，互因心神勇壮，身体健康，所做一尽顺利，献上阮的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咱犹原请的来念祝福车恳的诗，397首。兄弟，相相关关，修持你平安。这道请陈牧师，带恁通平安去。愿上帝的灵充满伫恁，互恁敬畏伊，大有瓦靠。互做爸爸的、做妈妈的，拢会当成做坚固的城墙。互囝儿有避难所，互恁的家庭有活命的水泉，福杯满溢。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感动，甲恁众大家三甲地地，对支持到永世代无尽。阿门。大家请坐，电乐闭会。